最后一首。属于你，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然后不行，我唱好了，再一次好了。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容美，世上一切变暗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这时候我要邀请大家从位置上面站立起来。如果你可以站的话，就跟我们一起站立，然后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一起宣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的救主已经复活，胜过这个世界。主的
能力胜过这个世界，胜过黑暗，胜过权势。主啊，我们将我们的生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掌管我们的生命，掌管我们的生命。溪水
的主耶稣，今天是母亲节，愿你祝福天下母亲，给他们上好的属灵福分。愿天下母亲因手中的工作心里喜悦，并深深知道他们在你眼中的美好。主是如此的珍爱天下母亲。天父，谢谢你，为在座每位母亲感谢你。你知道她的价值远超过世上的一切。天父，求你用更强烈而深远的方法鼓励她。你的喜乐要浮现她心中，成为力量。天父，谢谢你，她的儿女要称她为有福的人，人必认识她的价值。她里面满有力量与尊荣。你将母亲摆在家庭中，好将良善、灵敏与你的信实传给人。天父，求你做盐做光，让母亲对未来、对家庭的成功怀抱梦想。天父，他们的身体、情感、财物若有任何需要，心中若有任何疑惑，无论他们向你呼求什么，求你将又大又奇妙的事向他们显现，赐给他们恩惠。天父，谢谢你，你就是他们所需的一切，让天下母亲都深深知道你的保护，信赖你，恐惧、忧虑都消失无踪。唯愿将心所爱的都交托在主的手中，让天下每一位母亲都知道，她为孩子所做的每一个祷告，所说的每一句鼓励的话语，都成为你宝座前甜美馨香的祭。主耶稣，愿你用你奇异和赦免的恩典，除去他心中一切的罪过和懊悔，帮助他通过你的眼睛看待儿孙，让他知道将儿孙交在你的手中是最稳当的，除去一切的疑虑，增强他的信心，叫他深信一切好处不在你以外，因为一切美好事物皆来自你。你是他们生命中耶和华以勒的神，他们必定睛在你身上，心中存记神的应许。他们在地上的日子必承受神的恩惠。天父所做的一切，我们感谢你。教导他，让他知道他不能满足孩子的所有需求，但是主可以赐给他智慧，引导孩子走你的路，并懂得将结果交托给你，帮助他爱不止息，祷告不休，活得无憾。祝福他能完全的依靠你，一方面接纳自己的缺失，另外一方面接受你的称赞，知道他就是你所宠爱的孩子。当祷告似乎未得应允，求你开他的双眼，让他知道有超越这世上的从不失望的盼望，让他看见从未离开他左右的天父，给他勇气，在生命的艰难中恒心忍耐，赐予他正直、诚实与幽默，让他的孩子体恤母亲的软弱，知道母亲也是人，永远不熄灭他里面对你的渴望，就如同保罗告诉提摩太，我在你的母亲和祖母身上看见信心。天父，你必在我们周遭人身上看见我们所传递的信心。天父，我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你必量给我们更多。天父，为你在这些妇人身上所做的事，我们感谢你。他们不只是母亲，也是女儿、媳妇、朋友，你必满足他们一切需要。他们依靠你的大能大力，就必能刚强。天父，此刻他们必抓住你的力量，他们要说，将来我必行那又大又奇妙的事，因为我侍奉的是信实奇妙的神。让欢笑传递，让激情永驻，让他的生命在今天，在每一天都充满你的祝福。我们也要再一次用主祷文向你祈求，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赦免了人的债，叫我们不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会众请坐。我们现在来欢迎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聚会的弟兄姐妹。我手上的名单有郭俊维郭弟兄，是刘锦秀姐妹的儿子，就读交大交通大学，请起立，让我们欢迎你。谢谢。有没有其他没有介绍到或者第一次来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好，那因为今天是母亲节请在座各位会友找一个最近的母亲，跟她握手请安，祝她母亲节快乐。母亲节快乐。我们接下来来研读大家手头上的周报第一页下面金句。那我们今天的金句是箴言第1章第7节，我来念一遍，请大家跟着复诵2遍。箴言第1章第7节，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大家一起来念箴言第1章第7节，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箴言第1章第7节，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心我们教会的圣工。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本周事工。下周是玉山神学院奉献主日，下午1点于礼拜堂举行台语比赛，请尚未报名者于今日完成报名。5月丰盛人生可以至招待桌或办公室购买。2018年度会有奉献感谢状，可至办公室领取。今年的服务福音队同工招募中，鼓励国中、高中青少年踊跃参加。欲报名者请至招待处签名。与金句有约，已进入出埃及记，邀请兄姐踊跃参与。5月25日下午2点，邀请施教林老师进行有关国高中国语文及作文的专讲，欢迎国高中生及家长踊跃参加。本会第2牧区将于6月8号举办交易活动，欢迎于5月31日前报名参加。有关教育馆之景观工程及内部设备装潢的认线项目，至于招待桌，欢迎兄姐认线。以下是教育馆新建工程的进度，请持续代祷及奉献。由众梦弟兄于4月21日安息主怀，定于5月18下午1点在本堂举行告别礼拜。礼拜后将前往福音山安葬，若要一同前往福音山的兄姐，请至招待处登记。请持续为身体欠安的弟兄姐妹代祷，愿上帝安慰及医治。今日是母亲节，本会备有母亲节礼物，现在邀请所有的妈妈们站起来。我们会有同工发送礼物给您，祝福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我们要发一个礼物，还有红包给我们这些妈妈，请妈妈或者你挥挥手哈，让我们知道，好，谢谢哈。请妈妈站起来，那如有行动不便的举个手，让我们少年团契的同工可以为你致赠这个礼物。20几年前，在日本有一对姐妹，
叫什么婆婆？哎呀，你们太年轻了都不知道哈，叫金婆婆、银婆婆。然后日本的小孩子哈，就会在爸爸妈妈的带领下，他们希望他们有机会去到那个金婆婆、银婆婆的前面，得到他们的祝福。你知道吗？我们教会现在哈，这一堂礼拜第2堂就没有这种机会了。我们这一堂一样有一个金婆婆，有个银婆婆。虽然说她们不是亲姐妹，但是她们在天父上帝里面是姐妹哈。你知道那2个她们现在几岁吗？那2位妈妈，阿嬷、阿祖，春英这因几岁？2个几岁？90，一个91岁，一个97岁。所以你等一下哈，聚会完你要特别要去跟他说，阿嬷，不是母亲节，是阿嬷节快乐哈。都有拿到吗？那祝福各位母亲，母亲节快乐。我这边更正补充报告一下，在我们本会消息的第11点周报那一页因为印制上有一点来不及，下个礼拜会调整。题目是读得进去。读得进来，写得出去，写出作文满级分。那我们请到民福国中的施教林老师来为我们指导。那如果家中有国高中生，或者是家长对于作文这方面有需求，想要学习的，都欢迎在外面招待桌来报名。接下来攻读圣经。那今天我们的经文有2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是记载在箴言第1章8到9节，箴言第1章8到9节，在我们各位座位前面和合本修订版的圣经第919页，和合本修订版的圣经旧约第919页。那我这边来念。我儿啊，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教诲，因为这要做你头上恩惠的华冠，做你颈上的项链。这是第一处。第二处圣经记载在约翰福音第10章27到30节。约翰福音第10章27到30节。在我们圣经里面，新约的部分第158页，新约的部分第158页，这边这样记载：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认识他们，他们也跟从我，并且我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所赐给我的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愿上帝的话成为大家的祝福。正道，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妈妈的话，有请本会许承道牧师。今天是主日，我们一起来敬拜上帝。今天不是母亲节主日，因为在我们的主日里面，前面不会加上一个什么样的主日。但是呢，在今天的主日，我们特别会感念所有的妈妈。因此呢，在教会的信息啦，或教会的活动上面，我们会特别聚焦在母亲。有一些教会说，你们怎么跟人家过母亲节放在礼拜天呢？礼拜天是敬拜上帝的，怎么会有母亲节主日？我们要特别厘清，其实他们常常说，从圣经里面没有母亲节啊，对不对？没有母亲节主日啦。所以有一些教会不止这样，他们连圣诞节都不过圣诞节，因为圣经没有圣诞节，对不对？圣经没有说圣诞节啊，大家要一起怎么过圣诞？圣经有说到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但是没有说到圣诞节。这个当然是一种思考，我们觉得可以尊重。可是呢，我们特别要厘清一下，在整个的信仰角度来看，基督教信仰的中心跟唯一不变的真理，其他都是可以调整的。唯一不变的真理就是耶稣基督跟他的十字架，其他的都会跟着调整。所以主日礼拜不一定在礼拜天早上。我们知道有的礼拜六有周六崇拜，周三崇拜。
主日礼拜在台湾过去是10点，现在已经都这20年来都调整了，有很多不同。为什么10点？因为我们的宣教师从加拿大来，因为我们宣教师的那些地方，他们的农民都是很多是在乳牛啊，乳牛一大早4、5点你就要去挤牛奶，挤了牛奶以后带回家放好了，8、9点都弄好了，赶快来敬拜上帝。早上10点是最好的敬拜上帝时间。如果你放早上6点，那乳牛那怎么办？那不止没有牛奶，它还会胀、会发炎呐、或是会生病。所以有这样的情境，这是宣教师解释给我们听了，我们突然才懂了。哦，不是说10点做礼拜才对，没有，只要是敬拜耶稣基督，只要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重生，那么其他在我们的基督教信仰里面的方式、活动、节庆，其实都有它的意义，但相对的也都不是绝对的。那这样的话，为什么母亲节还特别在主日礼拜一起来欢庆、纪念、尊荣妈妈呢？在昨天，我们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活动，就是佑星50周年的感恩礼拜，有很多人来参加。大概可能要问问园长才知道大概多少人，小朋友很多，在佑星那边还有活动。那这是我们昨天活动，50年，1969。那栋楼盖好以后，开始有小朋友来，所以昨天还有第1届的毕业生来啊，还有那潘少宇他们报几届，他们有毕业证书，非常正式，上面还有中华民国国旗，然后几年哈，还有毕业纪念册，就他们在学校的活动哈，哇，我看到那个我说我们的教育馆好了，要请你们看可不可以放在这边让大家看。但是在这种世代里面，教会的幼儿园最重要的就是要展现出教会就像妈妈一样，我们希望所有的孩子在这边出入，他们能够经历到天父上帝的爱。所以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在过母亲节，用5月第2个礼拜天，全世界将近200个国家，只有77个国家，还有大概20几个国家是用3月，这大部分有一些跟穆斯林背景有关，还有其他的，当然就各个时刻都有了，有的放到6月的哈，放4月，但是会放在5月第2个礼拜，这个就跟美国的母亲节很有关系了。这个故事我们大部分的人都知道。这位 Anna Jarvis 其实最主要是她的妈妈，她的妈妈在1861年到1865年。150年前经历了美国的南北战争，所以经历了那个南北战争，他的妈妈发起了一个运动，因为在战争中间最可怜的就是女性，先生孩子都要去打仗。那个时候第2次那个南北战争死了非常多的男人，所以那个安娜她的妈妈就发起了国际。特别是在国际，因为不只是美国会这样，一种和平的运动。和平运动，除非没有战争，不然的话，妈妈要继续流泪，她的先生要去打仗，她的儿子要去打仗，除非没有战争。所以她发起的这种和平运动，发起一些活动啊，这是安娜的母亲。所以安娜她出生的时候，你看她出生已经南北战争要结束了，1865南北战争结束。他成长的过程，他没有结婚，一生跟妈妈在一起。他发现妈妈真的很伟大，那个伟大不是爱他，而是竟然推动这么样多的和平的运动。因为战后你要知道，他小的时候，那时候刚好战争完，有很多的孤儿，很多的寡妇，所以他们推动的就在关心这个部分。也因为这个地方，当他在1907年，在他的故乡发起纪念母亲的活动的时候，得到回响。1913年国会通过，1914年总统公布5月第2个礼拜是母亲节，这是美国的情况。可是我们知道，过没几年，这个安娜，她虽然是我们都常记得她是母亲节的活动的推动者，可是我们比较少知道。他是反对母亲节运动的主导者，他是母亲节活动的发起者。
母亲节这个节日的发起者。可是从1920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以后，他在美国就开始发起了反母亲节。为什么？你看到什么东西？母亲节大餐，母亲节的特别，你帮妈妈买了按摩椅没有？这已经10几年前的礼物了，现在买按摩椅已经太落伍了，我怎么买得起啊？给我妈妈谁呀？他从1920年代开始就反，为什么反？这2个英文字差别在哪里 ？Mother's Day， 商人已经把这个母亲节变成大家的母亲节，所有的母亲的母亲节，所以你的妈妈不能比别人差，她拿的礼物不能比别人小，她的红包要比别人大，那红包不实际，你应该买礼物，所以他在反的是母亲节的商业化。他说母亲节应该是左边是个人的母亲节，是那天你要陪妈妈，你要跟她在一起谈心，你要跟着妈妈一起，是个别跟妈妈的事情，不是去群众中间，不是去百货公司，不是去那边消费，然后表达说哦，对妈妈，母亲节不是众人的母亲节，只有我跟妈妈的事情啊，只有我跟妈妈的事情啊，所以这是安娜她最后那20-30年在推动的，当然没有成功。如果成功，今天的母亲节就不会上个礼拜开始吃饭了，对不对？上礼拜有人跟我说，牧师，对不起，我们今天礼拜完要赶快走，干嘛？那下礼拜餐厅订不到，所以我们订5月5号啊，所以赶快就先吃了。这没有不好，吃喝很重要，只是在吃喝中间记得跟妈妈的互动。妈妈安息了，像我妈妈在2004年安息，然后我们弟兄姐妹仍然会在母亲节，在妈妈安息的时候，大家彼此有一个聚集，有一个感念，特别是说到妈妈的故事，来尊荣妈妈，来感谢妈妈，这是母亲节的意义，我想我们都知道。所以今天我们特别要从妈妈的话来分享。说到妈妈的话，我们就想到这位年轻朋友了，对不对？那10几年前，他那句话，那首歌你还知道怎么唱吗？2006，你回去自己听好了哈。台北教育大学，不是有校友在这边吗？台北教育大学，2006年他们的附属实验国小1年级的教材，把这首歌歌词放到里面去。老师不会唱，那时候没有 YouTube， 就赶快去买一块 CD， 听一听来教小朋友唱。因为他们的编辑委员那些老师说，这个歌词能够对小孩子有一个潜移默化的力量。小朋友，你一定有很多问号。别人在看漫画，我为什么要学画画？为什么要对着钢琴说话？别人在玩游戏，我却靠着墙壁在背 ABC。他那首歌就讲这样。长大以后才明白，为什么我跑得比别人快，飞得比别人家高，别人唱我的歌，看我的画。他长大才明白，他的阿嬷，你知道周杰伦跟着妈妈阿嬷这样长大，他对妈妈阿嬷非常的孝顺。他越来越体会到，原来妈妈给他的，那真的是越长大才越了解。妈妈的话其实是这样的吗？如果你问周杰伦，他会告诉你，写歌的时候是这样，其他生活的时候是怎么样？太烦了，他就这样讲，太烦了，其他的时候太烦了。怎么烦呢？生活要正常有没有吃饭啊？有没有睡觉啊？晚上12点1点就怎么还没有睡呢？那个时候才要刚开始啊，怎么可以睡？有没有运动啊？生活的部分，你的出入平安，骑摩托车要小心啊。如果今天晚了10分钟，他就担心你在外面吃饭怎么样啊？住学校住宿舍到底安不安全啊？他关心这些，常常唠叨这些。你的关系跟老师、跟同学、跟同才怎么样？你的朋友，他关心这些部分，会念。那交一款朋友，安尼，我有一次我们也被对不起，被安利教到了哈。我们那时候我记得还很小，那他的同学他的朋友很会玩，很爱很那个，然后那个老师提醒我们，好意提醒我，这个大概还不知道。安利很不错，但是他应该多交这样的朋友，不要跟那个在一起哈。老师还好意这么说。我们有一次就很有技巧的来跟安利说应该跟这样的朋友都在一起，这样
安妮竟然跟我们讲，如果大家都要找这样的朋友的话，那这样的人谁跟他做朋友？如果我是这样的人找我做朋友，这样的人就不会找我做朋友。国中的时候，那时候他读国中，跟周杰伦同校，那校友，他就跟我讲的。那时候我们突然对呀、我阿公跟我讲吼，讲吼，我阿讲伊的爸爸甲讲，就我也做，什么朋友拢爱交，连乞家、贼仔拢爱交，什么的朋友都要有，连乞丐、连小偷都要有。他的原因不是要叫你跟他一起当小偷，不是要叫你跟他一起成为乞丐，而是你的生命应该有影响力，你生命有领受，你应该可以在需要的人身上，就像耶稣说的，在我的弟兄姐妹最微小、最需要、最软弱的人身上，你做了什么，就是做在我身上。但如果你不跟他们朋友，不跟他们在一起，你如何能够实践耶稣基督所说的这些话呢？其实有时候妈妈说的也有道理哈。我们应该在朋友上面要小心，但是我们应该要如何听到？这个就我们等一下要讲的，听到耶稣的声音哈。学业成就了没有？工作刚毕业，妈妈爸爸就一直念啊，不要去扯头路啊，刚刚晃来晃去，哎呦，有时候真的很烦啊。可是爸爸妈妈在教会里面特别关心的就是信仰、信心、信靠的功课。你到底要信靠谁？你相信自己的能力吗？还是你相信朋友会帮你吗？还是你到底要相信谁哈？对，我们今天所读的、所背的金句，如果我们看另外一段，在圣经里面常常有这样的一个句，我们来看诗篇111篇第10节哈，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有美好的见证，啊，你会有很好的见识，遵行上帝的话语，敬畏他。然后遵行他的命令，诗篇119篇，那么长里面在说他的命令、他的戒律、他的律法、他的话语等等。我们如果明白遵行的话，你的生命会让人家觉得说，这个人不一样，很有见识。听妈妈的话，其实妈妈最在意的，在教会里面，妈妈最在意的是我们有没有听懂，天父上帝借着妈妈所给我们敬畏的态度。如果说在母亲节，我们学习听妈妈的话，我觉得第二个层次是听妈妈的话。这个妈妈的话是指什么？我们在说就是 mother tongue， 妈妈说的话，妈妈的腔调，就所谓的母语。台湾话咱讲叫做北母话啦，咱较无讲母语吼，咱讲北母话。什么意思呢？爸爸妈妈北母在那厝里讲的话。很多人会说，哎呀，讲什么话都一样嘛，对不对？只要听得懂就好，因为语言是沟通的工具。对，语言是沟通的工具，但是语言绝对不只是沟通的工具，因为它是一种感情的媒介，是一个思考的模式。我们人很喜欢吃麦当劳，喜欢吃我们现在巷口那家叫什么？那个很方便。可是我很喜欢吃顶呱呱，或者是顶，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旁边都写出来了，左边那两只。或顶咕咕，你知道吗？那2个字，为什么我喜欢吃那个？因为它是地瓜而不是马铃薯。如果你吃过的话，我就喜欢吃它的地瓜，不是炸鸡。为什么叫呱呱或咕咕？这是教育部定的。有一阵子说这个叫呱呱，那2个字呱噪顶呱呱，但是有一阵子我看人家去电视改说这个要叫做顶咕咕。母鸡跟小鸡有时候讲都讲不通。对，语言是沟通的工具，我们希望能沟通，但是它是一种感情，再怎么不沟通不了，母鸡跟小鸡还是非常好。为什么？因为那是感情的媒介，是一种思考的模式。你出国旅游的时候，去到欧洲，去到西班牙，去到特别在那样的环境里面碰到一些事情，或在吃饭的时候，哎呀，觉得这尤其又自己一个人、2个人，蹦个架多大吼。常常觉得在另外一个国度，突然你听到台语，听到华语，忽然间你把手机赶快看一下，它也是一种感情的媒介，它一种思考的模式。等妈妈把这个囡仔讲起来，这个妈妈跟孩子讲什么？你为什么看得懂？因为北部话嘛，妈妈的话，在台湾我们常会讲袂歹哦，被肯定了哈。
被称赞了。这个就是在说到的父母的话，它不只是，或者我们在所谓的母语，它不只是沟通的工具，不只是感情的流露，它还是一种思考模式，它会建立一个文化。所以有一个老师叫田立克，他说，包括我们的灵命，基督徒包括我们的灵命的行为，我们灵命会有什么展现，是从你的言语来支持的。你讲什么样的话，会展现出什么样的灵性生命，除非你不在乎你的灵命。所以他说，语言是我们文化的基本元素。为什么呢？因为你生命中间最终极、最重要、最极致的关怀，是要用语言、用话语来表达，它形成了你生命的文化。所以，语言绝对不只是一个沟通的工具。再过2天，以色列71年建国复国71年14号。那我们知道以色列，它右边好大好大的一块地，阿拉伯世界，上方左边上去就是地中海。然后我特别写加萨，为什么加萨？上个礼拜才又飞弹打了，加萨打了400发，以色列回了200发，然后又产生了加萨走廊。那这个故事、这历史我们自己了解左下方一直走下去就是埃及西乃就在那个地方。以色列亡国2500年，历史上人类上还没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亡了1000年，竟然它可以复国。2500年不止人跑到哪都不知道了，语言也没有了，对不对？在1900年，因为巴勒斯坦这个地方是英国托管的，所以就没有什么国家。住在那个地方的人已经1000多年了，那个地方的人叫做巴勒斯坦人，圣经称他们为叫什么人？迦南人，住在那个地方的原住民。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称他们叫巴勒斯坦人，就是这个地方。2000多年，以色列的人不知道跑去哪里了。但是在1900年代开始，有一些以色列复国运动者，他们就迁回来到了巴勒斯坦，因为这是英国托管的，你任何人要来都可以，而且是荒地啊，你可以来这边开垦，就给你一块地那你就在这边居住。那有一些城镇就可以聚集在这边做生意。1900年代开始，有一些所谓的我们称他犹太人，他们自己称为以色列人，他们就回来这个地方，他们说这是上帝应许的地方。所以他们就渐渐回来，所以到1920、30开始就有一些冲突产生了。但是到了我们都知道，到1948年，联合国接受了，一些国家承认了。1948 5月14号就是以色列复国以色列复国。我们印象最深的是1967的6日战争，那是已经复国以后18年、20几年后的事，但是他们是1948。现在问题是1900年代、1920年代从各地回来的所谓的以色列人，他们的语言总共超过120种。因为所有在拢有人很多从欧洲过来、俄罗斯，甚至从非洲、亚洲过来，每个人讲的话语都不同怎么办？用哪一种做他们的国家语言？2个，一个叫阿拉伯语，一个叫做现代希伯来语。现代希伯来语没有人在讲，已经2000多年没有人在讲所谓的希伯来语。还好有一本课本，那本课本是哪一本？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旧约圣经，他们称为希伯来圣经。希伯来圣经现在的字句已经延续，现在看到的版本已经延续1000年。它的手稿我们看得到，最早的是2100年前，就是所谓的昆兰，看得到的手稿是2100年，但是我们现在看到旧约完整的，现在旧约希伯来的圣经是在11世纪马索拉就是文士的意思，文士忠心的把上帝的话一代一代抄了几千年都没有，你说都没有错吗？可能有一点点怪怪的啦但是90%几都这样留下来。所以有一位那个时候他是在俄罗斯Ben Yehuda，他在俄罗斯，因为
以色列人、犹太人散到各地，他一生就是让从圣经做底本，然后来把它现代化，让现代的希伯来语能够复活。因为圣经没有写到看电影是什么，圣经没有写怎么样换挡，可是你现代的语言都要用到。如果你要用希伯来语讲，这位学者跟一些学者他们一起努力，他原本是在俄罗斯，然后他也回来一起把这个希伯来语这个成为以色列国官方的语言。所以1948以色列官方语言有2种，一个就是现代希伯来语，一种是什么？阿拉伯语。可是，在几年前，现在的官方语言只剩一种了，就是现代希伯来语。他们的课本的底本就是我们所谓的旧约圣经，这样抄写。你说那声音怎么留啊？他们没有录音机啊，怎么念怎么留？有啊，谁把希伯来圣经流传下来？谁？一样啊，文士啊。我们常看耶稣常常骂文士，常常骂那些法利赛人。他们就那么忠心，他们忠心的有一点很过头，但是他们把上帝的话语那个声音全部留下来，没有录音机。2500年来，当然我们刚说马索拉这个版本是11世纪1000多年，他们就这样一代一代传。所以在逾越节的时候，他们要围在一起，孩子会问为什么我们今天不能够吃这个，不能吃那个，爸爸就要讲，他就要用希伯来圣经就念给他们听，出埃及那段就要念给他们听，用希伯来语。因为2000年前耶稣那个时代，他们讲的话也不是希伯来话，叫做什么？亚兰话、亚兰文。只是亚兰文跟希伯来文都属于闪族啦，他们很相近，很相近，就闪、韩、亚佛那个闪族。好，我简单讲这个，就说到妈妈的话非常重要，它绝对不只是沟通的工具、感情的表达，它甚至是一种思考的模式，它会产生力量，极大的力量。连一个国家灭了2500年，对上帝有信心，都可以让一个国家复活起来。所以他们要把这个母语，那个时候没有所谓的那母语啊。如果你去以色列耶路撒冷，一定要去这条街，没有去就可惜了。这条街就是纪念 Ben Yehuda， 非常热闹，最贵，耶路撒冷最贵的地段，就不是我们的东区，现在东区不是最贵，现在是哪里？就是耶路撒冷最热闹、最贵，晚上很热闹，白天也很快乐的地方，就是纪念这一位老师他的儿子呢，因为从小就在现代希伯来语的孕育下，所以他是第一个以现代希伯来语为 mother tongue 的孩子，因为他是从小就听到大从小听到大。我们盼望我们也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氛围，所以下礼拜19号下午1点的台语观摩很重要，还没报名的，等一下出去赶快报名个人比赛或各组的，我们要经历一下，到底我们在台湾怎么样说爸爸妈妈的话。可是呢，上帝给我们声音，上帝给我们话语，他自己也跟我们讲话。所以主耶稣他特别讲到，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们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羊，我们就会听到声音背后耶稣的邀请。声音背后耶稣的邀请，这样的声音会让我们跟天父上帝经历到耶稣跟天父上帝原为一那种亲近、那种亲密。我们常说要灵修，我们常说要避静，其实不是为了要读圣经、要祷告，最重要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安静、亲近上帝。就好像你坐在妈妈旁边，就是陪着她坐而已。他就是需要这样，他也不需要跟你讲什么，你也不需要讲太多，就是陪着他喝一杯茶，吃个小点心，就是这样。原来就是合在一起的，这是我们在说的妈妈的话第2个层次。最后我们要分享到，如果是这样的话，每个人的生命中间都会经历产生到像玛利亚的生命中间这种妈妈角度的一个话。这首歌
这位先生他是为了一个教会所写的。我们来听一听这首歌，旋律主要是听一听它的旋律。他是说 ，Mary, did you know？ 你不要以为天使跟你讲话哈，哎呀你很高兴哈。我们听一听这首歌哈，你不要听到这种预言，你以为哇好像很那个，但是你知道吗？你知道你将来要生这个孩子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吗？你知道你会经历什么吗？这个歌的一个背景是路加福音2章35节，耶稣诞生了，妈妈抱着他到耶路撒冷去。你记得有一个老先知西面，他出来跟这个孩子讲，跟妈妈讲一句话，讲了话以后他说：“你的心将要被刺透。”你记得那句话？那安呢？大家都说这个孩子好厉害啊。我们的歌词就写在周报，你知道吗？你的孩子有一天他会在水上行走哦，哈，他能够walk on water。你知道你的 baby 会拯救我们的子孙呢？你知道这个孩子来会更新你的生命，让你重生，让妈妈重生。你知道你的孩子会让瞎眼的看到，让瘸腿的走路，耳聋的听见，让死人复活。你知道这个孩子是这样吗？可是他要经历的是什么？他跟这个玛利亚说：“你知道吗？你以后亲吻这个孩子的时候，你要记得啊，你是在亲吻上帝。”所以这首歌在讲到跟玛利亚讲，但是在讲到每一个做妈妈的，甚至每一个我们成为上帝儿女的，我们如何去看天父上帝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你我所做的。我在说上帝的时候，牧师娘说是天父吗？我说我要拍供啊，是大人啦。上帝就像我们的喜大人，台语讲喜大人赶快，就是我们的父母，他道成肉身，为了孩子来到了这个世界。但是呢，这个孩子又那么样的奇妙。其实我们每一位在上帝的面前，我们都会经历到生命中间，好像在水上行走。我们甚至会有生命影响力，会让耳聋的同事。听不到真理的朋友，他听到真理；会让只看到商业利益的朋友眼睛打开，那种瞎眼打开，他看到一个企业家的责任。我们要不要就像玛利亚她生命所经历到的，每一位你的生命其实会带来影响力，这是玛利亚生命要跟我们说的话语。这首歌我们可以自己回去听。我们也可以看看歌词，因为最重要的是我们跟所有妈妈的关系，或浓或淡，都有所不同。很多人对妈妈的印象不一样。我一直到高中的时候，我的妈妈 Parkinson 很严重，她还试着要做早餐给我吃，试着要做饭给我吃。可是我的太太师母，她印象中没有吃过妈妈煮的饭。每一个妈妈都不一样，你所经历到的不一样，但是我们盼望我们的上帝就像爸爸妈妈一样，我们经历到他就像爸爸妈妈一样，看着我们每一天。所以马太福音23章37节这么说：来，我多少次想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上帝希望看顾、眷顾、保守我们，就像母鸡。你看过了吗？我看过，亲眼看过。我忽然间压起来，7、8只弄里边，它一盖全部不见了。因为什么？因为有老鹰跑来了，全部都跑。我们在新店乡下就看过那样的情况。我们盼望我们可以听妈妈的话。我不管那个妈妈的话是什么样的形态，会不会很机车、很烦，但是你试着从妈妈的话的背后去听到主耶稣的声音，听到上帝的话。所以这个礼拜我们特别是母亲节，和母亲有关的生命阶段，你能不能记得或分享一句话或一件事情？好，第二，
从玛利亚的心情故事，我们可以体会到天父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我们可以去想想，让母亲节更有意义。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天父上帝，让我们的生命在你的爱里面来成长。我们特别恳求你，让我们能够存敬畏的心，以便于享受主你借着家庭、借着母亲，甚至借着父亲，借着许许多多的生命关系，让我们能够更听到主耶稣的声音，更听到上帝你的心意。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要邀请所有的弟兄姐妹一同站立，为才唱这首诗歌《耶稣爱我》，我知道。请坐。感恩奉献，如果有不明了奉献的意义的可以不用奉献。是
耶稣，如果我们是玛利亚，在听到西面这么说的时候，我们的心是否被刺透？对于孩子的将来，甚至对于我们自己前面的道路，我们真的有很多不知道的。但是我们愿意学习像玛利亚，把她所爱的耶稣放在圣经里面，让天父上帝你自己来带领保守，来祝福。我们要将这样的恩典带到我们周遭的人的身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相通、扶持、安慰、医治与你们同在，从今日直到永远。阿们。请坐。